今仔早起有劳工团体去桃园市政府头前，针对桃园客运清洁队和航空公司的乱象提出抗议，因要求市长张善当中善政应该出来面对。市政府的回应嘛，让劳工团体真不满哦，抗议的场面是真混乱。航空长期无力处理，清洁队出事已开口，张善政出来面对。要求市长张善政出来面对70透早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长荣航空工会一家人到桃园市府头前，针对桃园客运经营乱，影响员工路权，也反对清洁队提早测试开工，也有长青企业工会负责基层员工集会三大诉求进行抗议。我们非常多的劳工朋友反映的问题，它已经不是只有劳动局的问题了，它还跨局诉到我们的交通局，还有我们的环保局。劳团表示，桃园客运经营有问题，有驾驶员工作爱国大户有钱，互真侪人做袂落去，甚至佫表出停载学生专车争议，影响5000个学生权益，也讲到清洁队劳资争议一直无得到解决。另外，长青企业工会议员负责150个基层员工集会，要求劳动局要马上处理违法的问题。我们也针对于司机的薪资的部分有适度的补助。那另外学生专车的部分，我想我们已经是跟交通局跟教育局的部分，已经找桃园客运这边在做协调。我们在做任何政策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双赢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大队以及我们自己的清洁队员这个部分的福利，我们都有兼顾哈。在前个月的时候也有发文给这个长勤工会哈，那原则上是要求工会必须要让所有的人入会之后才能够召开这个会员代表大会这样。现场劳工团体不办市府单位回应，认为无达到劳工诉求。环保局针对高城清洁队员反对测试工作发出澄清说明。市府环保局甲环境清洁稽查大队三大企业工会，拢伫4月底发表声明表示，考产总并是由清洁队员组成，调查结果无法度代表清洁队员意向。劳动局也表示，针对长青工会有员工无法度集会，已经甲法院故中申请解散工会。记者综合报道。